歡迎大家收睇10月30號嘅大新銀行金融市場快訊，我係大新銀行高級市場策略師莫凱欣。今個星期係超級央行週，美國、歐元區、日本、加拿大都會先後議息。議息過後，焦點就落喺中美元首喺南韓嘅會晤，會唔會為中美貿易戰帶嚟突破？貿易戰對中國嘅影響喺未來幾個季度預料會逐步浮現。中國內地第三季經濟增長放緩至4.8%，消費有進一步轉弱跡象，固定資產投資更加出現倒退。面對內需轉弱及外部環境嘅挑戰，內地通過第15個5年規劃，要求要大幅提高科技自立自強水平，重新要促進消費同投資，有望加大政策力度推動高科技產業升級，以實現經濟增長目標。內地經濟能否回穩以及中美關係發展，會左右澳元等同中國經濟關聯度較高嘅貨幣表現。澳元匯價10月經歷整固後橫行，除咗中國因素，澳洲央行對通脹前景嘅睇法亦都有重要影響。央行議息會議記錄顯示，通脹上升風險係央行9月維持利率不變嘅主要原因。若果澳洲央行政策立場保持謹慎，或者有助支持澳元進一步回穩。澳元對美元中短線阻力位係今個月高位0.663。如果美元反彈及市場避險情緒回升，澳元對美元唔排除下試6月低位0.637。亦要關注近期中澳喺安全議題上嘅爭端，會唔會影響兩國外交關係。